你有冇睇過你屋苑每年嘅財務報告？如果有，你可能會發現一件好神奇，甚至乎瞌埋眼都冇諗過嘅現象。點解我哋屋苑明明年年都赤字，儲備基金亦都跌到去一個危險水平，公用設施爛得嘅爛，殘得嘅殘，但係管理公司依然年年都可以收足錢，利潤一分都冇少到。最激氣嘅係，佢哋一邊同你講大廈唔夠錢用，下個月又開始加管理費，但另一邊廂咧，佢哋咧錢就照賺，花紅就照分。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片，大家好，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 我係一個註冊土木工程師，亦有10幾年嘅物管經驗。呢個頻道我會用行內人嘅專業角度，幫香港業主拆解屋苑成日遇到嘅物管同埋維修問題，幫你保衞你最寶貴嘅資產。想學識唔再點樣俾人當係水魚，記住而家就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呢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好，我哋講返正題。點解屋苑成日蝕錢，管理公司仍然都可以繼續賺錢呢？今日我會用我嘅物管經驗同大家揭開呢一個黑幕。不過喺度，我要先幫大家分清楚兩類型嘅物管公司。如果你而家住緊嘅係單棟式大廈，又或者一早已經成立咗業主立案法團嘅呢，你可能未必感受到呢一個嘅陷阱。因為現時香港物管行業競爭真係好大，好多嘅中小型管理公司為咗搶生意，佢都會選用一個叫做固定酬金制。即係每一個月收一個固定嘅經理人酬金，又或者行政費。如果你住緊嘅係發展商一手入伙，又或者係從未成立過業主立案法團嘅大廈或者大型屋苑，咁你就要留意我今日所講嘅説話啦。因為你哋9成9咧都係被大廈公契綁死咗，由發展商附屬公司擔任嘅公契經理人，英文叫 DMC Manager。而佢哋最中意嘅收款模式咧，就係喺大廈公契寫明入面嘅經理人酬金。根據地政總署大廈公契指引，公契經理人酬金通常都係按大廈總開支某個百分比嚟計算嘅，百分比上限係視乎屋苑規模而定。20個單位以下咧就係上限20%， 21至100個單位咧上限就係15%，而101個單位以上咧就係上限10%。喺香港最常見嘅就係抽10% 左右度。嗱，大家聽清楚，佢係抽總管理開支嘅百分比。意思即係話，大廈用錢越多，管理公司抽水咧就越抽得多。嗱，舉例啊，我用最簡單嘅數字同你計一計。假設你個屋苑今年嘅總開支係1000萬，管理公司咧就抽10% 作為經理人酬金，佢今年就穩袋100萬啦。好啦，去到下半年，如果屋苑因為管理不善，突然間爆水喉要維修，又或者外牆又要整呢樣整嗰樣，結果咧總開支超支，就由1000萬變成咗1500萬。喺普通人嘅商業世界，你超支即係你管理不善，你係應該要扣人工要罰款，係咪？但係喺物管公契經理人嘅畸形世界，因為你總開支變咗1500萬，佢哋可以抽嘅經理人酬金就由100萬飆升到去1500萬嘅10%，即係150萬。你冇聽錯啊！大廈越爆鑊，用錢越多，越赤字咧，管理公司反而賺得越多。正因為呢個越花錢越賺錢嘅機制，導致某啲無良嘅公契經理人咧喺日常營運上有3大陰險嘅套路。既然幫大廈慳錢等於減自己人工，咁點解佢要幫你慳先？嗱，大廈換個燈牌，明明出面可能幾十蚊，佢偏偏要用最貴嘅判頭報幾百蚊。保安清潔合約到期啦，出面明明大把平啲好啲嘅選擇，佢都懶得去招標換人。因為開支越高，佢哋分紅嘅基數咧先至越大。根據政府已經全面實施嘅新修訂法例，超過一定金額嘅工程或者採購都有極嚴格嘅公開招標同埋業主投票嘅程序。如果公開招標價錢比市場拉低咗，管理公司可以抽嘅百分比咪少咗咯。於是行內有個做法啦，佢哋就係將一筆大工程化整為零，拆開變成好多筆細金額嘅維修單，全部直接交俾自己相熟嘅核心判頭去做。咁樣既可以避開部分嘅監管，又可以維持高昂嘅工程開支，繼續推高經理人酬金。當去到年尾，大廈嘅儲備基金被佢哋花到七七八八啦，出現嚴重赤字嘅時候，管理公司就會擺出一副救世主嘅姿態，同街坊講：各位業主，今年赤字好嚴重啊！如果唔加管理費，我哋下個月就冇錢交電費，冇錢出糧俾保安㗎啦。
但係佢哋未必會話你知，其實過去一年佢哋已經喺開支入面咧就抽飽晒㗎啦。而當管理費一加，下年嘅開支預算咧又變大咗咯。咁佢哋新一年嘅經理人酬金咧又可以順理成章咁再創新高啦。面對呢個近乎合法搶錢嘅機制，我哋作為小業主要自救，只得一條路揀，就係拎起法律同埋合約嘅武器，執行以下嘅3部曲。大家一定要記住，雖然經理人酬金係跟百分比去抽，但係根據香港法例第344章嘅建築物管理條例裏面嘅附表7，呢個附表嘅條文係強制性嘅，即使未成立法團咧都啱用。業主係絕對有權查閱完整嘅帳目同埋單據嘅。嗱，根據附表7第2段，經理人酬金嘅計算基數咧係明確排除咗非經常性嘅資本開支㗎。如果你發現管理公司偷偷地將大維修嘅大數都計埋入去抽10% 嘅話咧，你哋就可以聯同業主委員會又或者街坊一齊書面投訴，要求佢哋立刻扣減唔合理嘅酬金。長遠嚟講，推動成立法團先係有最強嘅集體力量去逐筆數咁核。如果屋苑成功成立咗業主立案法團呢，我哋就可以同管理公司重新談判一份新嘅合約。正如我頭先所講，外面現時嘅物管市場競爭真係好大，大把肯用固定嘅酬金制咧去接單。而法團大可以拎住呢一個市場籌碼，要求現有嘅公契經理人去修改酬金模式，又或者喺合約上加條上限條款，寫明經理人酬金每年絕對唔可以超過某一個封頂金額。只要酬金一封頂，管理公司就失去瘋狂花錢嘅動機，立刻變得精打細算啦。如果間管理公司背靠大發展商，態度極惡劣、極唔合作、拒絕降價，繼續老馮年加管理費，咁點算呢？各位街坊唔好同佢客氣，直接踢走佢。呢個時候，管理公司一定會攞住一沓好厚嘅大廈公契出嚟嚇你，話公契裡面寫明佢哋係發展商永久委任，又或者係90%業主同意先至可以換。咁你可以叫佢哋收聲啦，因為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7第7段裡面嘅內容寫得好清楚。附表7裡面嘅條文咧係凌駕於大廈公契嘅。不過我都想同各位街坊講翻句老實嘅説話，要踢走公契經理人確實係一場硬仗嚟㗎。因為附表7第7段規定，你係必須要集齊全大廈嘅總業權份數不少於50% 嘅贊成票。聽清楚，係全大廈嘅總業權份數。呢一個唔係指當晚出席大會嘅人數一半，而係全屋苑總業權份數嘅一半，所以門檻係極高嘅。所以街坊們必須要團結起嚟，成立街坊自救隊，逐家逐戶去拍門洗樓，收集支持票。只要喺業主大會上攞到全體業權份數嘅50% 以上通過議決咧，法團就可以發出3個月嘅通知，合法合理，完全無需要賠償咁樣，直接將呢一間公司踢走佢。全香港最貴嘅資產就係我哋自住嘅物業。如果我哋平日做業主都懶咗，睇財務報告只係睇最後個總數，對隱藏喺細節入面嗰啲百分比不聞不問，咁你層樓嘅管理處就會變成佢哋嘅私人提款機。要記住，管理公司只係我哋請翻嚟嘅管家，我哋小業主先係呢個屋苑嘅真正主人。如果你住嘅屋苑管理費加得莫名其妙，又或者你懷疑管理公司年年赤字有古怪，歡迎喺下面評論區留言，寫低你哋屋苑名稱、情況，又或者任何想問嘅具體問題，我會用我嘅物管經驗同知識，盡力幫大家睇清楚背後嘅財政漏洞。想繼續學識點樣用法律同埋專業知識保護好自己層樓，記住訂閱我呢個頻道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最後，我都要同大家溫馨提示一聲。雖然我係用行內嘅經驗幫大家拆解物管嘅開支黑幕，但係每棟大廈嘅公契、合約內容同埋財務狀況都各有不同。今日分享只係屬於一般嘅教育同埋資訊參考。如果大家屋苑正係面臨具體嘅財務糾紛或者法律訴訟，記得要諮詢合資格嘅律師、會計師或者向民政事務處尋求獨立意見啦。我係你哋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我哋下期見，拜拜。